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音乐大师在指挥一样，把各方面综合在一起啊。是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最佳音乐制作人奖到底是由谁来获得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吧。2023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暨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最佳音乐制作人奖，陈伟强，中国台湾知名闽南语唱片制作人，凭借出众的专业修养，为闽南语音乐的蓬勃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恭喜陈伟强老师！有请我们的金牌制作人陈建明老师为我们的获奖者颁奖，有请。我们的建平老师呢，也是非常棒的制作人，制作人跟制作人一起来上台哦，为我们来颁发这个非常出色的奖项。恭喜！来，我们一起来合影。好，恭喜获奖者。好的，恭喜两位，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请入座，谢谢。谢谢我们的建平老师，请入座。请留步。我们要听一下我们制作人的心得感受。是的。时间交给你。首先我要感谢大会我尊敬的菲姐还有庄总，谢谢你们给我这么贵重的鼓励，谢谢。对，还有我的经纪人吴宪宏老师的一路相挺，还有我最尊敬的音乐大师陈建平陈老师，谢谢你给我指导。还有台下的跟我合作过的天王天后那个阿根老师，还有蔡秋凤老师，谢谢你们成就我的音乐梦，谢谢。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恭喜我们！恭喜！是，太棒了，太棒了！哇，两个神秘底牌都被他透露出去了哈。对啊。因为我们在说，其实每一首音乐作品啊，它那个作曲跟作词是相得益彰的。这个作品能否触动到听者的心？